自我，硬漢子拼出一身刺，流汗血盡赤心，追尋大意義。歡迎收睇警訊。如果大家有留意最近嘅新聞報導，就會知道近排係發生咗唔少關於網絡詐騙嘅案件，引起社會人士嘅關注。就好似網上情緣騙案咁，單喺今年頭2個月，我哋就接獲10多宗舉報，所涉及嘅金額係多達1600萬，而其中有名事主更加被人呃咗430萬添。而另外亦都有市民舉報，聲稱自己透過手機嘅應用程式，又或者係網上面嘅社交平台購買外國演唱會門票嘅時候，亦都遇騙喎。其實喺網上購物同交友幾時都唔可以大意，而以下個案就另一個例子啦。老婆，哇！睇緊乜嘢啊？我又睇。做乜無啦啦咁溫柔啫？冇啊，諗住擺個 Panda 袋上去呢個拍賣網賣啫嘛。哇！你唔係好中意個 Panda 袋嘅咩？做乜放咗佢啫？咁你係咪今年會俾錢我買過個新嘅先？哎呀，唔掂，肚痛。哎呀，唔阻你啦，我去洗手間啦嚇。唉，靠你不如靠自己。喂，堅哥，你成日對住部電腦搞咩啊？我咧依家咧就用緊自己嘅方法揾啲揾食門路。你揾到未啊？嗱呢期咧玩啲新意思，嗱不過咧都係網上交易嚟嘅啫。網上交易電腦，我唔係好熟喎。你睇呢個拍賣網，好多姐姐妹妹咧擺啲名牌手袋出嚟拍賣嘅。你話我哋揦翻幾件啊，都知幾和味啊！我又玩。冷靜啲。嗱，你睇呢個 Panda 手袋，好值錢㗎。喂，揦咗翻嚟再放翻出去，值成萬銀㗎。哦，好過我打電話呃人啦。我哋一於揾佢。好，嗱睇我表演啦。你好，我對你手袋有意思。咦，有新信息喎！有人想買我個袋啊！呢個拍賣網真係幾犀利喎！擺咗上去冇幾耐就有人覆啦。等我約佢出嚟交收先。哇！有魚上釣啊！俾你嚇死啊！有魚想叫啫嘛，使乜咁大驚小怪啫？搞掂。咦係喎，真係覆翻嚟喎。好，我盡快約佢出嚟交收先。吓？想約2個鐘頭之後交收？咁急嘅？但我陣間約咗希烈行街喎，咁點算呢？啊，有計！老公，嚟。哎呀，點啊，老婆仔？陣間可唔可以幫我做啲嘢？冇問題啊。嗱，陣間咧我就約咗希烈去行街，但係咧我係約咗個買家2個鐘頭之後交收喎。你可唔可以幫我去交收啊？喂，你約咗希烈，你唔預我？做咩啫？你好想同佢行街咩？哦，唔係。嗱，咁你叫到咯，我幫你交收有乜問題啫？算你啦。嗱，咁個買家咧就肯出1萬蚊咧去買我個袋嘅，陣間咧就約咗樓下嗰個地鐵站嗰個交收，咁我俾你電話去噶咯喎。得，嗱，我辦事，你放心。喂，對家話冇問題喎，揾你老婆去交收啦。唔得喎，我老婆翻咗鄉下喎。
咁我哋點去揾個女人出嚟啊？你咁聰明伶俐，使有辦法㗎嗬？唔係咩事？我扮女人，我有鬚㗎喎，同埋我哋點去呃件貨翻嚟先？咁你都唔明啊？我哋跟咗我咁耐，我仲讚你聰明伶俐添，真係讚壞你啊！個買家話轉地點去地鐵站對面個公園仔啊！你係咪 April 啊？唔係，April 係我老婆嚟嘅。佢約咗嚟交收喎。冇啊，佢約咗我妹交收，但係佢唔得閒嚟，所以叫我嚟咯。哦，嗱，你 check 個手袋啊！我老婆話係正貨嚟㗎，裏邊有張保用證啊。係呢啲嘢我真係唔識睇，真定假？總之冇穿冇爛喎，佢話。我冇帶錢喺身，我要打電話俾佢，叫佢過數俾你。好啊。喂，阿妹啊，我揾到個買家啦，個袋 OK 喎，你去銀行過數俾佢啊。我問一問佢銀行戶口號碼先。你個銀行戶口號碼係幾多號啊？哦，獅子銀行123-456-789。123-456-789。好啊，你嚟講呢，我而家過數俾佢啊，你叫佢打陣間車戶口啦。我妹話而家過數俾你，你陣間 check 個戶口 ，check 到之後你俾個袋我咯。好啊，好啊。過數冇問題，多多都有。咦？我妹過咗數俾你未啊？哦，得啦，我戶口多咗1萬蚊啦。好，唔該晒。冇嘢，我走噶咯。哦，好啊，拜拜。點解呢個台仲有嘅？唔係執咗嘅咩？老公啊，前幾日咧，你咪幫我放咗個袋嘅，你過翻數俾我喎。哦，好啊，我用個電話過俾你。嗯？咩事啊，老公？筆錢唔見咗嘅？唔見咗？喂，係咪嗰啲咩銀行電腦有咩問題啊？你快啲打電話去銀行問下啦。好啊好啊，阿老婆攞個電話俾我。嗱。前日咧就有1萬蚊入咗我戶口度，咁我正話 check 翻個戶口咧，點解唔見咗嘅？阿先生啊，我哋睇過啦，而家咧就張支票就退咗，你有時間咧就嚟分行攞翻張支票啦。啊？哦，原來嗰個人咧就入支票落我哋個戶口度，我冇留意到啊，仲帶埋票添啊！吓？彈票？我真係見到條數係入咗個戶口度㗎，我見過，我真係見過㗎。咦，你真係冇鬼用㗎，見到咪點啫？而家錢又冇，袋又冇啦，乜都係大隻講，做嘅時候一鑊泡。片段中呢名受害人到最後唔單止咧收唔到錢，仲連個袋到最後咧被人呃走埋添。呢類網上買賣騙案嘅手法，我哋喺之前咧都報道過，但係仍然咧有唔少市民被呃㗎。係啊 ，Bonnie，除咗片段中嘅犯案手法之外，我哋最近亦都發現有唔少嘅騙徒會假扮網上嘅賣家，訛稱有貨物要出售，之後就要求受害人將款項存入指定嘅銀行戶口入面，之後就逃之夭夭。其後佢哋就會聯絡戶口嘅持有人，要求佢哋將款項轉走。綜合呢幾類網上騙案，啲騙徒都係犯咗欺詐罪，而刑罰一啲都唔輕㗎。係啊，Bonnie，
根據香港法例第210章《盜竊罪條例》嘅欺詐罪，一經定罪，最高嘅刑罰係判處監禁14年。另外，如果借出銀行戶口俾其他人使用，亦都有機會干犯香港法例第455章《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》當中有關洗黑錢嘅罪名。一經定罪，最高嘅刑罰係可判處監禁14年，同埋罰款500萬港元。針對呢幾類網上買賣騙案，警方有咩行動去打擊相關罪行啊？為咗打擊呢類型嘅騙案，新界北總區刑事部就聯同各個警區展開咗登峰者行動。喺2015年嘅一連串行動當中，我哋一共拘捕咗45名人士，年齡最細嘅呢只係得14歲，而受害人喺呢啲騙案當中就一共損失咗500萬嘅港元。而家好多市民都中意網上購物，可 Sir 你有咩呼籲俾翻大家呢？好啊 ，Bonnie， 警方喺度呼籲市民，如果你用網上平台進行交易嘅時候，要好小心選擇你嘅買家同埋賣家，盡量透過一啲有身份認證嘅網上平台進行交易。喺進行呢個轉帳交易嘅時候，亦都要確保你嘅戶口嘅帳面結餘同埋可用結餘嘅金額係相符。一旦見到有任何可疑，一定要立即終止交易同埋聯絡警方。相信大家都知道喺坐車嘅時候一定要攬安全帶，但係現實生活中大家有冇做到呢？喺下一節翻嚟，我哋會同大家講解有關安全帶嘅法例，大家千祈唔好行開啦。喺過去3年，香港每年都有超過14000宗交通意外發生。雖然數字有下降趨勢，但係情況仍然值得關注㗎。而我哋警方除咗係重視教育市民做個負責任嘅道路使用者之外，亦會採取執法行動去打擊各種交通違例事項。而以下個案就其中一個例子啦。早晨咁多位同事，咁鑑於最近呢個小巴停客冇佩戴安全帶嘅情況，嗰個數字咧係上升緊嘅。咁稍後我哋會做一個行動，係打擊呢個小巴乘客冇佩戴安全帶。咁稍後阿太子、Yes sir，阿星、Yes sir，咁你哋喺將軍澳區，咁又上一架專線小巴，咁啊喬裝乘客。咁你上到小巴之後咧，就留意翻有冇咩乘客就係冇佩戴安全帶嘅。咁如果有咁嘅情況出現咧，咁啊打電話俾我哋。OK， 有冇問題？老實。Dixon。Yes sir。高輝。Yes sir。Michael。 Yes sir。咁稍後我哋會喺呢個寶順路咁啊設置一個路障。咁當阿太子同埋阿星咁通知我哋，如果目標車輛會嚟到我哋嗰個路障咧，咁我哋會將嗰個目標車輛截停。咁然後稍後咧就會對於有關嘅人士咧進行票控嘅行動。OK， 咁大家有冇問題？老實。OK， 咁我哋15分鐘後喺大地嗰度出發。OK。Yes sir。好 ，4 out 出去攞嘢。喂，做咩啫？唔係啊，堅哥，條安全帶箍住好唔舒服啊！況且我哋過2個街口落車噶啦，唔帶都得啦。喂，攬翻安全帶安全啲。有咩事我自己負責啦。係啊，你要死唔俾你死，一陣間啊俾人捉到啊，罰幾千蚊㗎。咁我哋埋都唔夠罰錢喎，帶翻穩陣啲。咁啊醒目啦。放假星期落雨，咁個天都唔中意我。冇天咁咪點啫？行街睇戲食飯全部室內㗎啦。咁啊係，不過一陣間我哋行完街有咩好做啊？一係叫 Kelvin 同阿寶打牌咯，你最中意㗎啦。啊，你真係知我心意嘅啫。啊，同埋琴日 Kelvin send 咗段片出嚟啊，你有冇睇到啊？咩片啊？我冇留意喎，攞嚟睇下。喂，有車行啊！喂，阿伯，快啲啦，成車人等緊你啊！唔好意思啊，我攞8達通嘟。阿伯，慢慢啊，坐低先啦，記得攬安全帶啊！
安全帶都係人提，你個保姆車咩？爸爸靠呢度得啦。哎呀，唔該晒。講咩啫？揾緊安全帶扣啊！頭先聽唔到司機叫我哋扣安全帶咩？睇你揾乜鬼？揾得嚟都落車啦！你快啲攞 Kelvin 條片嚟睇下。係喎。嗱，你睇下呢段片啊 ，Kelvin 嗰日去大帽山時拍㗎，佢差啲碌落山啊！學生仔，你睇本書好唔好睇啊？啱唔啱我哋啲老人家睇嘅？呢本書好好睇㗎，裏邊咧就講個主角生活喺一個極權主義嘅國家裏邊，做咩你俾人監視住㗎？咁啊，哇！咪即係好似我老婆陪住我咁，哇！乜嘢自由都冇喎，咁咪好慘。灣頭，我哋架車轉埋彎就到，可以準備。轉個彎道，好收到。Kelvin哥的神，目標車輛啊，轉個彎道，綠頂小巴2個高扶84人手啊。司機，而家我哋做緊一個打擊乘客冇佩戴安全帶嘅行動。咁車上面有我哋2位便裝嘅同事，麻煩你喺度停一陣，稍後我哋啲同事會做嘢。先後邊乘客冇問題。好，明白。嗱，小姐，我係警員53002，駐守交通部嘅。頭先我喺厚德商場見到2位上咗呢個小巴嘅時候咧，嚟到我哋警察路上期間並冇佩戴好安全帶嘅。咁根據翻道路交通條例374F7B 第1條嘅規定咧，乘坐小巴咧係需要佩戴安全帶嘅。咁我稍後會申請傳票，票控2位，麻煩2位出示身份證啊，唔該。真係警察嚟啊！捉冇攬安全帶啊，好彩咋！我2個靚妹抵佢死啊！攬安全帶。好多市民都會好似片段中呢2名女乘客咁，因為貪方便冇扣好安全帶，佢哋呢個行為唔單止咧係違法，而且咧仲好危險添。冇錯 ，Bonnie， 因為當交通意外發生嘅時候，車輛剎車或者碰撞時所造成嘅撞擊力非常大，容易令冇扣好安全帶嘅乘客受傷，甚至死亡。另外，如果冇扣好安全帶，已經干犯咗道路交通條例，一經定罪，最高嘅刑罰係罰款5000蚊及監禁3個月。咁針對乘客冇佩戴安全帶呢個行為，警方有咩相應對策呢？我哋會不定時派警員喬裝為乘客，去打擊同埋檢控呢類行為。喺2015年，警方一共發出咗665張傳票，票控公共小巴嘅乘客冇佩戴安全帶。同時，我哋會舉辦一啲交通安全講座，去教育市民佩戴安全帶嘅重要性，亦會派發宣傳單張，提醒市民搭車嘅時候唔好貪圖一時嘅方便，而唔戴安全帶。其實只要大家做多一步，就可以保障到自己嘅安全。所以大家要記住，無論咧係坐咩類型嘅車輛都好，都要佩戴安全帶啊！冇錯啦，一旦發生交通意外，安全帶又可以發揮到保護嘅作用，減低受傷嘅機會。所以我再次喺度提醒大家，無論你係司機或者係乘客，只要你嘅車輛已經裝有安全帶，就一定要佩戴，避免悲劇嘅發生。相信冇人想見到意外發生，但係究竟我哋可以點樣做嚟避免呢？咁不如就由扣安全帶開始啦。以後大家無論係揸車或者坐車都好，都要記得第一時間扣安全帶啦。冇錯啦，只要我哋凡事都以安全為先，時刻守法忍讓，自然可以大大減少交通意外嘅發生。就連以下嘅案件，分分鐘我哋都可以避免到㗎。呢度係牛頭角嘅彩興路同彩榮路嘅交界。喺2015年12月17號下晝3點20分左右，喺呢個位置就發生咗宗致命交通意外。希望大家可以幫手提供資料俾警方。
意外發生嘅時候，一架保姆車沿住彩興路往彩德邨方向行駛，當架車又轉入去彩榮路嘅時候，就撞到一名過緊馬路嘅婆婆。佢當時身體多處受傷，被送去醫院搶救，其後證實死亡。而家警方呼籲大家喺2015年12月17號下晝3點20分左右，有冇市民咧係途經牛頭角嘅彩興路同彩榮路嘅交界，而目擊到呢宗意外發生經過咧？有嘅話請盡快通知東九龍總區交通意外特別調查隊第2隊，電話號碼係23057500 23057500。睇完案件呼籲之後 ，Bonnie 啊，我哋有一項信息要通知大家嘅喎。就係為咗配合港台電視擴闊播映嘅時段，節目播出嘅時間呢將會有全新嘅安排。由下個星期開始，即係4月8號，我哋警訊將會喺全新嘅節目時間同大家見面。冇錯啦，雖然呢就係星期五晚，不過時間呢會改為晚上嘅8點半，港台電視31同31A 播出。如果大家都想了解多啲罪案嘅趨勢同埋警隊嘅資訊，就唔好錯過啦。今集時間差唔多啦，記住啦，下星期五晚上8點半，港台電視見，拜拜。流汗血，盡赤心，追尋大義。